现代台语版圣经《申命记》第29章，伫摩押重新立约。上主伫何烈山甲以色列人立约以后，搁伫摩押地命令摩西甲以色列人立约。下面是立约的内容。摩西召以色列众人来，对因讲：上主伫埃及地对法老甲伊的众人臣，以及因全国所做一切事，恁拢亲目看到，就是恁所看到的大灾难、新热甲大奇事。毋过到今仔日，上主还未互恁会明白的心，会看见的目睭，会听见的耳仔。我带恁伫旷野40年，恁的衫裤无破，话嘛无歹去，恁无饼通食，无无酒交酒通啉。毋过上主供给恁所需要的一切，互恁知，伊就是上主，恁的上帝。恁来到即所在，希实本王、西王、巴珊王国出来甲咱交战，咱甲因拍败，攻取因的地，将迄个地分互路边甲迦得两个支族，以及马拉西半支族做产业。所以恁着切实遵行即个约的话，通互恁事事行通。今仔日，恁逐支族的族长、长老、官长、以色列的男妇老幼，以及住伫恁中间，甲恁破柴抢水的外族人，拢徛伫上主恁的上帝面前。恁着接受上主恁的上帝立誓甲恁立的约，互伊照伊对恁的应允，嘛照伊对恁的列祖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立誓的。今仔日设立恁做伊的子民，伊做恁的上帝。上主毋是简单甲恁立誓立即个约，是甲今仔日甲咱做伙徛伫上主咱的上帝面前的人，以及还未出世会行行顺顺立约。恁知咱捌住伫埃及，嘛有对列国经过。恁阁有看到因中间遐个用茶、石、金、银制作通掩护的偶像，着谨慎。恁今仔日徛伫遮的人，无论查甫人、查某人、家族、支族，毋通违背上主咱的上帝，去服侍遐个民族的神明，亲像对歹的根生出毒菜甲苦草。即款人听到即个咒诅的话，心内犹有家己安慰，讲：我虽然固执做即款代志，连累所有的人，我犹原有平安。上主嘛赦免即款人。上主的大受气会甲伊消灭，将记载伫本册的咒诅拢降落伫伊身上。上主阁会对天下撤销伊的名。上主嘛会照即个律法的册所记载的约内面的咒诅，对以色列众支族的中间，甲伊分别出来，互伊受灾厄。以后，恁会行行顺顺，甲对真远的所在来的外族人，看到上主互即个地拄着的灾难甲变种，就是即个地逐所在有硫磺、有盐、雨火烧过，袂当种作，无出产，袂发草，亲像上主伫大受气中毁坏索多玛、蛾摩拉、暗玛、西边安尼。因拢会问上主哪会对即个地安尼做？伊的受气哪会遐猛烈？人会对因讲，是因为即所在的人弃杀上主因列祖的上帝，带因出埃及的时，甲因立的约。因去拜因毋捌，嘛是上主禁止因拜的神明，所以上主发大受气，将即本册所记载一切的咒诅，拢降落伫即个地。上主非常受气，伫大受气中，将因对即个地背出，甲因ฮ็伫外邦到今仔日。有一寡代志，上主咱的上帝无甲咱启示，毋过伊有启示即个律法，互咱甲咱的子孙永远遵行。